我们的对人忙自己让个年轻的当然人家碰到忙不起重要。但是呢，即便是今生害过一次，但是过去当中他比这个更多的已经对自己有做过很多利益跟帮助。好呀，比今天。但人民年之前的叔叔伯呀，个啥着过去，叔叔伯个伯的老保守着过去，年一时间的叔叔伯个伯查实际要把的，查点就要把的样的。好，再来是这个是第一种。那另外呢是一个所谓的亲友啊，所谓的亲友，自己能够一看到就感到很欢喜的，或者说内心很如意的，就会有这么设定的有一个亲友这样。那这样呢，要蒙古里啊，让人家现在让人内心拥有吧。这个也是在过去好多事当中也做过自己的仇敌，也是伤害过，多次伤害过自己。啊，当然首先靠经常给年样们这样们这样慢慢去搞的，学到们就去搞的。在另外一种众生，就是自己没有把它视为仇敌，也没有视为这个亲友，就会有中庸的这样一种众生。第一呢，这都这不看没不，这里有些我们吧。第一呢，那让那个让的你把钱用去。所以呢，这种中庸的众生，不能说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，跟好像对自己毫无关系一样，这个置于别处，不能这样。在过去世当中，也对自己不管是一个有利有害，都做过很多次这样。那现在他太说了当过，说了掐过啊，怎么知道？说了当，说了掐。所以呢，在这三种众生当中，该要怨恨谁，该要这个贪着谁呢？这现在得升高了，得几个来的哇。所以呢，这三个众生都是一样的。那抢的抢样的，那当的当用来的哇。如果说要贪着的话，是一样一起要贪着；如果说要怨恨的话，也是一样一致的去怨恨。是啊，开发面的不是。所以呢，没有分别。一张落的当用性的不是对了。之所以呢，我们必须内心需要修持平等时。哎呀，我们西医是这么讲，那个当用不落实的，我的甚至他们是那个娘的去上当，娘吧。所以呢，之所以呢，我们当还没有修持知母之前，一切有情众生必须要修持平等时，把一切众生视为平等，都是一样的看待。我咱说读书的，那娘吧没有落的。娘吧现在，甚至娘吧现在，各都要毛估计要钱的都会好的，落的都出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最不好的就是对众生有一个不平等的，或者说没法对众生能够修持平等时，以及对众生都会产生很多的一个贪着与怨敌，这样会分很多。可能现在这个他当用过落的没呢？也修给人的程序生活，就民间程序生活就改好了要好的。好，之所以呢，倘若没有这个所谓修持平等时的话，后面的这个菩提心与慈悲心这些无法升起的。我在深圳那边当用人的节目了，那边规矩那边打点吵，在他现在把那么的青年了就说事情，他说了，但不要的话说不出手段的，就跟我们这样中国没做的啊。跟着就讲了，这个对呀要吧，什么都见过了。甚至他们这的呢，甚至他们这年龄差当年的这个当用的年起码年的老几点了，年的起码年的老几点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就是像平常一样，要一个祈请定觉的一个祈请文，就是愿一切有情众生能远离这个亲疏爱憎等时，该多好，要这样去修持。现在的年龄相当年的这个当用的年龄起码那个估计是强大的，前面些的话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
愿一切有情众生离亲疏爱憎安住等10者，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在修持这个四无量心所。首先，咱们今年的相当年的这个当年来年起码那把打个家务理解的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若能一切有情众生远离亲疏爱憎安住等10，那该多好！也愿远离，令远离我来承担着。在他前面吧，那么的今天那个所以说的，能令安住情愿这个上师本尊起加持。在他前面吧，那么的今天那个说事情，那说不就是大把事情，所以呢，能令安住祈愿上师本尊请加持，这个呢是所谓的一个定觉其情。以前年的结婚了的年那么来的那个高中图的话呢，你前面前面就是写的，就是别讲钱呢，就是些让妈妈就是毛盘的，你在那贴钱别来的呢，包括电送上的下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能做这样，请上师本尊请加持，也就是说，上师本尊身语意当中降下甘露，然后呢，也可以说用甘露来降静智，以及说能让自己能够有这个静智的这样的能力，以及获得这样一个正量觉悟，要这么想。在他的面前就完了，甚至他这电话的电脑起码都3趟过，甚至他这东西的产能起码了，甚至他这电话没得再开始，你东西没了电话的没得起码了，没得就是没得打个车，在他心里嘛慢慢的清楚了。那么甚至他这电话的电把过去，甚至他这电话的电能起码了，电把过去，电把打个车，在他心里嘛慢慢的清楚了。甚至他这东西东西的产能起码了。차와를 주지, 차와다를 쳐, 그다 신의 방법만을 치는 거죠. 제 재미지 공부 가능성들이 땅 거. 所以呢，我们说的这个话。所以呢，也就是经由其情为搭配来这个祈请上师本尊，愿一切有情众生去做安乐及乐因，能去做安乐及乐因，那该多好！能令安乐，这个具足安乐与乐因，以及说祈请上师本尊，愿我有这能力，令有情众生具足这个安乐及乐因，以及说，好，这个首先这么说吧，这个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，可能热力那里热个长掉呀。所谓的四无量心，每一个无量心当中都具足这个四无量心。四无量心来点了，大家点了。甚至他们这电话的电脑起码用啥的，好，这个愿与一切有情具足安乐及乐因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哪一个无量？还是跟谢财吧。之前有讲过。他就说，他前面几钱？电话的电脑起码用啥？前面几钱？好，具足安乐及乐因，这个是其中一个无量。两把口气是借的。具足这个安乐是另外一种。那么打个招呼。能令我令具足安乐是另外一种。前年把浪漫的经典老的说是。能令具足安乐，祈请上师本尊加持，这个呢是另外一种。来单用前面。首先是这个平等时。前面的话。这个。前面是前面。这个是十无量。十无量是吧？前面。这个十无量。单用前面。对的。另外的咱们就讲把前面。这个呢，具足安乐及乐因呢是十无量。你去前面。再来是悲无量。单用前面。干什么的？双的前面。高前面。高前面，双的前面。再来呢，喜无量。说到位这双的前面了。因为有在做祈请，也就叫做。